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呢兩句係李商隱嘅詩，好多人都讀過。但如果你有睇過唐滌生嘅《再世紅梅記》，你會聽到一開場，李慧娘直接借用呢兩句傾訴出自己嘅身世，以及對裴玉嗰份講唔清嘅情愫。佢嗰份無奈同埋心情，穿越千年，直達每一個觀眾嘅心裏面。大家好，歡迎你哋進入我呢個智慧生活頻道，我係是非人。今日呢一集叫做借屍還魂。點解用呢個名？因為在世紅梅記講嘅正正係一個借屍還魂嘅故事。李慧娘枉死，佢借盧超容之身續未了之緣。而我想借唐滌生嘅曲詞，為香港嗰啲唔了解中國文化嘅人還一次魂，喚醒我哋嘅思心。呢10幾年嚟，我一直感嘆一件事：我哋身處一個華人社會，但好多人依然覺得講英語比講中文更高級。我哋不惜花錢送孩子去國際學校學別人嘅語言，但自己嘅孩子卻講唔出一句完整嘅優雅嘅中文句子。香港崇洋嘅人從來就唔少，但我必須講清楚，崇洋本身唔係問題。世界之大，文化之美本來就值得互相欣賞、互相學習。真正嘅問題係，我哋欣賞別人嘅同時，卻睇唔起自己嘅文化。我哋拼命打開別人嘅窗，卻關上自己文化嘅門。我哋家門內嘅寶藏、詩詞、文學、典故，不屑一顧。呢種心態唔係選擇，係偏見，係無知。而呢種無知最可憐、最可笑嘅係，因為佢哋唔知道自己親手丟掉嘅係別人求之不得嘅瑰寶。唐滌生被譽為粵劇界嘅鬼才編劇，佢個詞美得像詩，但又唔止於美。佢嘅詞裏邊有骨、有血、有魂。最近我去咗戲曲中心觀看粵劇《再世紅梅記》，喺劇院嘅門口排隊入場嘅時候，喺長長嘅人龍，我見到唔少年輕人。嗰一刻我非常之感動，因為我睇到希望。就喺我嘅座位嘅前方，我睇到一對白人夫婦帶佢2個年約7、8歲嘅孩子入座。喺另外一邊，我見到一個身材魁梧嘅外籍人士嚟睇戲。我以為佢哋會半途離場，誰不知3個半小時嘅戲，佢哋從頭睇到尾，證明粵劇唔係夕陽。不過紅梅閣上優美嘅文字係需要有人為我哋嘅年輕人，為我哋嘅學生去續文學嘅美源，去喚醒我哋文化嘅根與魂。呢一輯我就用再世紅梅記睇下唐滌生係點樣喺曲詞上借屍還魂。再世紅梅記脫胎於明代周朝俊嘅紅梅記，但唐滌生只憑2節手抄本脫證同埋詭辯就重構出呢一部經典。原著裏邊，李慧娘同盧超容係2個唔同嘅人，但佢哋冇借屍還魂。唐滌生卻大膽地將佢哋寫成重像，由一位演員去飾演。呢個唔單止係技巧上嘅創新，更加係主題上嘅升華，從諷刺權奸變成歌頌愛情同埋自由。而呢一切都藏喺佢一句一句優美嘅曲詞裏邊。喺第一幕半柳還琴，裴玉一上場嘅時候就唱：先生有職，遠郎通湖邊，在營善終。遠郎嘅典故係出自東漢劉辰遠韶入天台山遇仙嘅故事。裴玉自比為遠郎，暗示自己正喺度追尋一位仙子，嗰個就係李慧娘。短短一句，為浪漫奇遇奠定咗基調。2個人相遇後互訴衷情嘅時候，李慧娘唱：
姑父白牙琴。呢度借用俞伯牙鐘子期高山流水嘅典故。呢一句唔單止係講愛情，更加係講知音。唐滌生寫嘅既係一見鍾情，亦都係靈魂嘅相應。裴玉跟住再唱，仿似南橋會。唐滌生用唐代裴航喺南橋遇上仙女雲英嘅典故。呢個典故裏邊有仙凡之戀，有考驗，有堅貞。唐滌生一個典故就濃縮咗整段感情嘅分量。裴玉同惠良一別之後，裴玉感嘆自己對惠良嘅思念揮之不去。佢話：相思才下眉梢，點知又上心頭。呢一句係引用李清照一剪梅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。你睇唐宋嘅詩韻詞魄就係咁樣喺粵劇舞台上活起嚟。但我想講嘅唔單止係典故詩詞本身，李惠良借超容嘅身體還魂，我哋讀詩詞亦都係借古人嘅詩心喚醒我哋沉睡嘅感受力。譬如當你講長風破浪會有時，你係喺度續李白嘅豪情；當你聽到惠良唱山影送斜暉，波光映數月，你係喺度感受緊蘇東坡嗰種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嘅孤寂。當你又聽到惠良唱我本欲結冰清，收作玉龍彩鳳，你係淨係喺度見證緊李清照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嘅傲骨，點樣喺一個賣身姬妾嘅靈魂裏邊重新活起嚟。當你聽到裴玉嘆息相見亦似夢，奈何別有空種，你係喺度體會緊蘇軾10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嘅無盡思念，點樣喺一個失意書生嘅口中再次回蕩。呢個就係借詩還魂。唐滌生借古人嘅詩還魂成為粵劇嘅詞，我哋借唐滌生嘅詞還魂成為自己嘅感受。中文老師們，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借唐滌生嘅曲還學生對中文學習嘅熱愛嘅魂，喚醒佢哋對中國文化嘅深入了解與對中文之美嘅向往同埋驕傲嘅魄。講到呢度，我想起一個人，一個我好耐以前認識嘅一個年青人。佢初中嘅時候已經熱愛粵劇，佢喺校內嘅成績平平，但佢堅持課餘去學唱粵曲，學做手。同學笑佢老土，但佢一啲都唔介意。後來佢嘅中學會考中文科成績係 A 級，我對佢攞得呢個成績一啲都唔意外，因為我知道佢背過嘅曲詞、了解過嘅典故、揣摩過嘅平仄，比好多同學中文嘅根基應該係更紮實、更深厚。我記得香港以前有一個電台節目叫做聽歌學英文，我哋亦都可以聽歌學中文㗎。唐滌生嘅詞本身就係好好嘅中文教材，佢引用唐詩宋詞，我哋亦都可以透過邊唱邊了解邊感受去進行教學。唐滌生活用典故，我哋亦都可以引用佢已經為我哋嵌入曲詞嘅典故作教材。唐滌生寫對仗押韻排比，令人讚嘆。我哋亦都可以借佢嘅曲詞還學生對修辭興趣嘅魂。唐滌生寫情寫景寫人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我哋亦都可以教學生沉醉於中文措辭嘅美。比如就以一首《官柳還琴》5分鐘嘅唱段，裏邊就已經有李商隱、李清照高山流水嘅典故，亦都有美哉少年嘅描寫。學生聽一次學到嘅，可能比佢抄2、3次課文得着更多。唐滌生已經為我哋鋪好咗教材啦，
我哋不妨用借屍還魂，帶學生走呢一條親近中文嘅路，又或者帶學生去一趟香港戲曲中心茶館，一邊品茗食點心，一邊欣賞粵劇折子戲。你個學生見到嗰啲年青演員，嗰一隊優秀嘅中樂現場伴奏樂團，佢哋年青有活力，衣着簡樸，但時尚有品味。佢一首一首透過佢哋良好嘅演奏技巧彈出嚟嘅樂曲，你嘅學生對粵劇老土呢個觀念應該慢慢就會改觀。40-50年代嘅香港，粵劇觀眾未必個個都識字，但佢哋聽得明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聽得明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。因為嗰啲詩詞已經係我哋日常之中，喺長輩嘅哼唱裏邊，喺街頭巷尾嘅閒談裏邊。但係今日我哋背得出流行歌曲嘅歌詞，好多人寧可寫同埋講粗言穢語，卻唔知道淺笑輕貧係咩意思，亦都意會唔到輕鎖二馬係心願。我哋追韓劇睇西片，卻聽唔明，亦都冇耐心去聽一句任飄飄滴滿楚江紅。我不得不再嘆息一次，身在華夏，卻如入寶山空手回。最後，我想借用紅梅閣上永正仙緣呢8個字作結束。希望我呢一輯借屍還魂能夠讓更多人喺紅梅閣上見證中國文字嘅美，並結下與中國詩詞嘅良緣。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，請按讚、轉傳、訂閱及按小鈴鐺，多謝你哋嘅收聽，下一輯再見。